本来第二粒脯啊，嘛是冷气，拢变乌啊，所以讲所有的细粒的发出来果拢冷气死去。好哩加在，才有搁再新发一粒脯啊，生做也不哩大，连物也要来甲采收啊。啊无拢无收成，无结果，实在真怨叹。歹种，脯仔歹种。这脯仔的涂骹发出来的所在的根哦，搁再生新藤出来，新藤出来搁结果，结一粒果，结两粒，才搁一粒。这发新藤，本来顶头的脯仔叶仔拢死了啊。对涂骹阁新发出这个新藤出来，结果这就叫做翻藤啦。这因种菜的人安尼讲，第一水、第二水，伊会翻藤，阁再生果安尼啦。